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係 Betty 啊。大家喺買嘢嘅時候咧，最關心嘅就係價錢。今集咧 ，Betty 會講解俾大家聽喺澳洲買樓究竟價單 price list 係點樣睇嘅咧？Apartments 分層單位嘅價單咧就最 colourful 噶啦，呢張俾大家參考下。通常咧唔同嘅項目 project 價單都係差唔多嘅。粉紅色或者粉橙色嘅單位咧就係一房或者一房一 multi-purpose room 多功能房，而淺藍色咧多數係兩房兩浴嘅，深少少嘅藍色咧係兩房兩浴，再加多一個多功能房。而綠色或者米黃色咧就係三房兩浴，或者係三房兩浴再加多一個多功能房啦。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咦，咁淺灰色同深灰色又係乜嘢意思呢？淺灰同深灰色代表已經有客人買咗啦，嗰啲單位就唔可以揀噶啦。喺澳洲咧，10個人裏邊差唔多佔咗9個都有自己架車嘅喎，所以買物業嘅時候，車位咧係非常之重要。我哋放大個價單圖，大家睇下深藍色嘅兩房兩浴加多一個多功能房，佢係包2個車位嘅，寫住 2 car 就係2個車位噶啦，而且係並排嘅添，即係左右泊嘅。而 1 car 就代表1個車位啦。嗱，有時有啲發展商喺價單裏邊咧，佢一房或者一房一多功能房，佢有機會唔印車位嘅，咁你就要 confirm 一下。通常咧唔印車位嘅都代表包一架車嘅。至於右手邊嘅淺藍色兩房兩浴咧，佢下面寫住 tandem 嘅 car park。所謂 tandem 嘅 car park咧，即係2個車位，不過咧係需要前後泊嘅，咁所以後邊架車要出車嘅時候，就唔該前面架車要褪一褪啦。我攞咗個4樓406嘅單位講解俾大家聽，右上角1 boy 就代表個 floor plan 嘅號碼，佢係679000，一房一浴再加多一個多功能房。所謂嘅 MPR 咧就叫做 multi-purpose room， 任你做乜都得㗎。你想做書房、放鋼琴、做睡房都可以嘅。大家要留意啦， multi-purpose room 咧係冇窗嘅，因為有窗佢就叫做 bedroom 房間㗎啦。但係 multi-purpose room 咧通常有包冷氣，所以大家攞嚟做睡房都可以嘅。佢嘅面積62。係室內嘅實用面積62平方米，露台17嘅平方米，加埋全屋嘅實用面積係79平方米。喺澳洲嘅物業咧係只係計實用面積，唔計建築面積嘅。而且呢個406號單位仲會包1個車位添。我先生係測量師嚟嘅，佢教過我，佢話香港其實大部分嘅人都習慣咗尺數嘅。如果你想計一計尺數係幾多，好簡單嘅啫，乘10.76，你就計到呢間406佢全屋嘅實用面積有成850尺㗎。落嚟我會講解俾大家聽 townhouse 花園別墅嘅價單又點樣睇嘅呢？首先大家要睇睇佢嘅 master plan， 所有單位嘅分配。跟住再望下佢張價單，你就會明白點解佢上面一排、下面一排、右手邊有一排呢？嗱，唔同嘅顏色咧就唔係好似 apartments 咁嘅，只不過咧佢唔同嘅 floor plan 圖則咧，佢就用唔同顏色代表噶啦。11號屋嘅售價咧係126萬，佢 total building area 係192嘅平方米。至於佢嘅土地面積咧係144嘅平方米。我哋土地嘅 size 減去下層嘅室內92平方米，
我哋就可以計到室外嘅實用面積係52平方米㗎啦。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成間屋加埋有幾大呢？室內加室外總實用面積有成230平方米㗎。如果乘尺數，佢有成2475尺。唔同 townhouse 嘅項目嘅樓盤呢，佢哋嘅價單多少少都會有分別嘅，會比 apartments 複雜少少。下一個我會講解傳統式嘅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 house and land package 嘅價單點樣睇。我揀咗一個布里斯本華人區買地起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講解俾大家聽。如果你想睇個4號屋，佢嘅土地 size 係403平方米。獨立屋咧好大喎，294平方米。至於佢嘅價錢呢，土地係110萬，建屋費用如果你起2層嘅話咧，係696000幾。所以整個 House and Land Package 嘅套餐咧係180萬鬆啲。佢成間屋嘅設計係2層。5個睡房、2個客廳、3個浴室，而且有一個 study desk， 仲有雙車庫添。布里斯本近1年呢推出咗一種新款嘅 House and Land 獨立屋連土地 ，Betty 個人呢就好喜歡啦。最近有一個新嘅樓盤項目推出，佢喺 Brisbane 嘅半山 Chapel Hill。個樓盤名叫做 Woodland， 大家睇睇佢嘅右手邊，嗱呢個就係佢嘅 master plan， 左手邊就係佢嘅價單啦，總共有17間，因為佢嘅 master plan 好似一個圓圈揼框咁樣，咁所以佢17間就係咁樣分佈㗎啦。1號屋佢係 Type 5嘅 floor plan。土地嘅 lot size 有成230平方米㗎，佢嘅售價咧係1659000，室內嘅實用面積係135，車庫有成36，有蓋嘅室外平台係27，花園咧有成117㗎，所以加埋室內嘅實用面積有成171平方米。而室外嘅實用面積有144，全屋加埋咧總實用面積有成315平方米㗎。我哋乘10.76嘅平方尺計咗出嚟咧，總實用面積有成3389平方尺，好大喎！睇到呢度，大家係咪花多眼亂呢？其實咁多年嚟，好多客人都會打電話問 Betty 啊，究竟喺澳洲布里斯本買樓，我哋應該係買 apartments 分層單位好啊，淨係 townhouse，淨係獨立屋連土地好呢？ Betty 嘅意見百貨合百客，喺落嚟一集我就會講解俾大家聽。你喺澳洲置業，無論你自住又好，放租都好，究竟應該係揀啲乜嘢物業、乜嘢類型嘅樓盤比較適合大家呢？下集見。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